市长昨天在专访的时候批评说，这个韩国瑜的能力可练，但品德很难，是觉得他哪里不好？我有这样讲嘛？你不要品德，就是品德可以不是。我只是在说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我当市长，平常做很多这种机要啦、幕僚嘛，对不对？我最有心得就是说，能力是可以后天训练的嘛。但平常晚上有时候花天酒地，来开会又迟到，然后在打瞌睡，这种就很难训练。所以才讲那一句哦，就是说能力可以后天训练，可是这种品性是很难训练。就这个说法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只是好像是认为韩国瑜的品德部分好像有点？我跟你讲，这个请大家不要自己对号入座了，这个穿凿附会。是吧？我在讲我的经验 ，OK。像你昨天说蔡英文的那个饮鸩止渴，那蔡办是回应说，他认为他们的两岸政策是稳健不挑衅。他这样讲我就没办法了。其实这样的啊，蔡英文总统在一开始，其实他在国际关系的运作上面是相当稳定，因为不然这个我们自己判断就知道。不过是这样的，我想最近应该是。因为要选总统嘛，然后民调偏低，所以有一种要搭台这个民调，所以才有那个捡到枪的这个讲法。但是我觉得这样啊，政治还是尽量求其稳定，因为还是国家的利益有时候跟个人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还是以国家长期利益为准。这是我个人的评论。这个当然他讲的他已经不支持。旺中不支持你，是因为你不听他的话吗？然后你觉得韩市长应该没有赶快跟他们合作？是白台的。也是，还是这样的，我还是这样，柯文哲还是柯文哲嘛，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就比方说我们对大陆方面会表达善意嘛，但是也不见得说，每一句都要听你的，对不对？我还说是台湾主体性，我们还是要确立嘛，这是我的态度，就这样。中国曾经要你讲什么，你不愿意？不是中国人，就说就不要说中国的代理人在叫我们讲什么，是吧？我讲这个啊，作为台湾的主体性，我们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见得每一件，说我们会表达善意也可以商量，但是不见得说哇，你每一件要这样讲，对人家听不懂。不用青春啊，2017年9月打成这个样子，我都吓到我了。不是这样老讲，2017年9月那时候就觉得很生气了。拜托，这个4大运我们办完，辛辛苦苦在办完，你看你那个老讲那个黑衣人事件，这个。很清楚嘛，就是栽赃嘛，那个其实很清楚的，国安局也不是我指挥的，宪兵也不是我指挥的，那黑衣人事件，而且是场面，那根本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国安局跟宪兵队在处理的。你看这次法院不是判那个要赔10万块嘛？可是你们不信，你们再回去看，那个当时那个震惊那个身份证，你看他怎么抹黑我们，这个抹红，你看那个。他做假新闻，这个做到，不然你把那一段时间所有的频道、所有的时间，这种动用这种怎么讲？动用这种几乎是国家力量再抹红一点，太过分了。当然是这样的后来葛特曼在世，我就安内大家的赞扬彼此都认识了，不用再大仇。